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哦，今日咧徛伫遮，真正是咱咧汉民的吼，来感谢主吼，真正上帝给我极大的恩典吼，会使来徛伫遮啦吼。我记得我甲咱教会吼，即个熟悉吼是第一摆吼，是1997年的代志啊。哦，目记个年吼，28年过去啊。迄阵吼，我甲我的姊妹阿莲吼，拄啊信主安尼，然后阮爸爸妈妈吼，这休赖时吼，对美国来对台湾来美国吼，阮就吼迫不及待吼，就经验去带伊来咱台语教会啦吼。我佫足记咧，迄一天吼，迄阵咱佫伫倒位住诶，有人会记得无？奥克顿嘿，学校内面嘿，小学内面安尼啦吼。阮去到门口尔，迄阵是迄个钟窑吼，钟窑长咯，迄天伊做招待安尼啦吼。我甲即个我。甲即时爱会记的吼，就种哦，伊的面上吼，就散发着迄个天使的光芒就对啊。好像我常常伫即信仰的路上吼，常常拢会想起迄天吼，安尼伊甲阮交代安尼吼，到今仔佫会记的吼。然后佫2002年吼，阮对华盛顿吼搬去即个四股吼，圣何塞的时阵吼，我嘛进前我嘛来参加咱 CTPC 的献堂的场礼吼。哦，迄天嘛真正真感动，安尼吼，咱大家吼对着咱即个迄个哦美国吼即白人诶即个吼咱诶兄弟吼，因老啊，因要甲即个吼等吼来转互咱诶迄阵吼，我记得迄个白人诶迄兄弟姊妹吼嘛是真感动吼，所以我真正真感谢主啦吼，哦，互我恭逢其盛啦吼，会看着种吼咱教会吼即安尼过去诶即个成长安尼啦，那我嘛真感谢主啦吼，互我一个吼。免坐飞行机，吼，就亲像转去到故乡的所在啦。系啊，迄就是咱教会。阿门，阿门。哦，所以讲，咱有第一摆来咱台语教会的朋友无？有无？哦，好来，甲边仔讲，来转来上帝的厝坐吼，来欢迎吼，欢迎吼，来上帝的厝来坐吼。所以咱的互道平安顺吼，咱也是感谢主吼，因为上帝拍开伊的。吼，伊个厝，吼，伊大门吼，来，互咱吼会使伫遮吼来敬拜伊，吼，咱嘛是会伫遮吼来享受主来吼诶即个美好安尼啦吼。那我想吼，咱做成一个台湾的基督徒吼，咱特别吼爱为台湾即块美丽的土地吼，咱的母土吼来向上帝吼来献上感恩，吼，嘛爱尊上帝伟大吼，来荣耀吼伊的性命吼。我要甲大家吼来分享这条我20年前吼所写的歌《台湾颂》，吼，咱用这条歌吼来学罗上帝吼，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好所在，上帝他心来安排。台湾的乡亲咱做伙来，学罗一个大自在，伊就万年真水，阮厝花草加露水，天顶鸟食拢免情受，天要完全交予伊。下一页。好做伊名利，万行无代拢予你。台湾宝岛咱行起，主的恩典大无比。啊主啊，阮感谢你恩眷，主啊，阮学你性命。咱大家吼，饮茶老食温厝哦，咱做伙来就吼，来去头来去，若袂晓就的，若拍头发慢慢紧，头来，都来来。这是一个。
亚主，阿门。哈利路亚。真正我感觉吼，大家吼，若是着讲要甲咱兄弟吼做伙来敬拜吼，要来做伙来学老主的时候，我拢心中吼拢有真大的感动甲灵感啦吼。包括几年前咱的这个灵修会去的时阵，吼，我想哎呀，真正足荣幸吼，会使受邀请来参加灵修会吼，上帝吼，嘛当时就互我写2条歌。哦，这我有一首吼，伫灵修会上有甲大家分享，搁另外一条吼，大家还未听过吼，咱后抓若有机会再甲大家分享吼。因为时间吼实在是足有限的啦吼。那今仔日咧吼，要跟咱大家吼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就讲做好基督徒的要素。吼，这是啥物呢？吼，到底做好基督徒的要素有啥物呢？吼，我想讲咱大家吼。咱做基督徒吼，拢做遮久啊吼，可能大家吼有这无共的领受啦，吼。但是吼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吼，也是讲要做好咱做基督徒吼应该做的本分，吼一寡要素，吼。这吼，相信是咱每一个吼上帝的囝儿吼，拢愿意去努力的。然后问题中咯吼，特别甲我讲咱今年吼，咱教会的主题是啥物会？咱袂记，不要紧，我咧讲吼，伊甲我讲啦，讲咱今年咱的这个教会主题是吼，互教会正做教会安尼啦，对不对啊？是啦吼，是啦，对吼。但咱就知影吼，教会吼是一群吼是上帝对世界呼召出来吼分别为圣的人吼的集合吼，所以讲吼，除了上帝同在以外吼。教会吼上重要的构成的要素是啥物？是啥物货？人，你讲是毋？吼，毋是厝，吼，毋是讲椅仔，毋是这设备，毋是讲更偌好。吼，上重要有上帝同在，搁来第二爱有人。吼，所以讲一间健康的教会，吼，要有一间健康的教会，咱先爱有健康的基督徒。阿门，阿门，吼。所以咱今仔日吼，咱就对圣经吼，咱来看吼，要做好的基督徒，甲做好基督徒的一寡要素。吼，咱今仔日经文内面咱已经读过吼，你想看卖？你若是吼死去啊，吼，你若是吼这个安息了，然后上帝讲来，我搁互你40天，吼，你搁转去。你若搁上帝搁你4个月，讲搁互你40天，那照问诶，你会做啥物代志？你转来世间，你要做啥物代志？哦，当然是上重要的代志啊，对不对？就讲你要过身以前，你无时间做，袂记得做，吼，无做，吼，会重要的代志，对不对？吼，像今仔日的经文记载，吼，讲耶稣搁活了40天内面，吼，甲伊搁转去天父遐进前，吼，甲门徒吼讲的话甲交代。哦，当然咱经文再来，咱嘛读着吼，即阵的门徒吼，搁误面，搁毋知影讲耶稣要离开因吼，转去天父遐啦。吼，伊搁咧问啊，哎呀主啊，你要复兴咱以色列国是毋是即阵啊？因为吼有一足侪的门徒来跟对耶稣，吼，甲看做是弥赛亚，吼，因心内的想，因心内的弥赛亚是安那？是爱有即个吼，有足有能力的吼，即个。就带着这个雷霆万钧之力啊，带因来翻扫千军，把这罗马人赶走安尼去。叫耶稣甲因讲啥？咱头仔读的伊讲爸凭着伊的权能，所定的时间日期，毋是恁会使知影的。但是伊讲圣神降临你的心上，恁就会使得到能力，然后去到天边海角，来做我的见证。好像这经文内面，咱耶稣讲的话内面，咱就知影讲，复兴以色列国，是上帝隐秘的代志，毋是门徒会使知影的。但是耶稣，伫迄阵真清楚的，甲门徒甲因讲，因会使知影的代志，也是必须爱知影的代志，甲因的使命，就是去遐天边海角，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看咱读的这个台语版本吼，真阿萨利吼，天边海角拢包啊安尼啦吼。想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到今仔日共款是咱的使命。
毋是讲2000年前的门徒爱做耶稣的见证呀，毋是甲今仔日各位咱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咱上大的一个使命就是爱做国外的主国外的主的见证这是咱一世人的使命，阿免。但是要怎做到呢？这甲耶稣伊国外了的40天大有关系啦。你想看卖，若是耶稣国外了，对毋对？哇，真正国外安尼救恩完成啊！哇，紧诶大家来party， 哇，安尼欢欢喜喜安尼40天安尼庆祝安尼庆祝了好，耶稣讲好，拜拜交互恁我来去啊。若是干那安尼尔我想这咱人类的历史爱改写。耶稣无这40天毋是讲干那欢喜尔，干那甲门徒所欢喜尔，伊用40天来帮助咱，来做伊做的代志，而且伊阁叫咱讲做比伊较大的代志。这是耶稣伫即个伫这最后的暗顿的时阵伫约翰福音的14章内面伊讲的伊甲门徒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要做的代志，我做的代志，信我的人嘛爱做，而且搁爱做比这搁较大的代志。为什么因为我要来去天父上帝遐咯。我记我古早以前看到这则经文的时阵，我想，哎哟，耶稣哪有可能？你是上帝的囝呢？我哪有可能做比你较大的代志？但耶稣明明就是安尼来甲你讲，这是伊的预言，是命令，嘛是伊的应允甲祝福。咱来回顾历史，特别讲咱来到美国，咱来到西方，咱看到这西方社会的文明进步、民主、福利，等等，咱袂使讲无承认讲真多。拢是甲基督徒有关系的确，信耶稣的人真正这遮侪年来就亲像耶稣所讲的做了比伊搁较大的代志。我亲像咱即摆咱全世界逐位拢有即个咱基督徒所设立的病院啊、孤儿院啊的慈善的机构，嘛有教会啦，逐位嘛有教会，这个是来证明。当然毋是讲咱比耶稣较厉害啦，是耶稣透过圣神，帮助咱伊的门徒来做伊叫咱做的代志。总是讲，基督教对咱人类社会的贡献，甲影响，是袂用阮去怀疑的安尼啦，就算讲即个无神论的共产国家，伊嘛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对毋对？上少咧算年份内面就上西元开始西元元年是倒一年？大家拢知影是耶稣出世迄年来算的，毋是嘛？所以搁互我强调一遍，耶稣的国外是规个近代这过去2000年内面近代的西方文明的起头。耶稣若无国外同款，咱人类的历史拢爱改写。那更加无可能讲用伊的生日迄天迄阵来做西元的元年安尼啦。所以讲我特别要来欢迎咱在座毋是基督徒的朋友希望你嘛会使明白即个改变人类的历史，嘛会使改变咱的性命的耶稣基督。以前我嘛毋信以前我伫台湾我伫台湾时我是清水人你若清水海线对毋对即个大家妈祖庙清水观音屏安尼阮迄就是拢是受到即个佛道教的影响。我古早我想讲我生是佛教的人死是佛教的鬼，基督教是洋教，我无咧相信。这是过去我但是我来到美国了我知影讲哇，这世界真正这足侪top的科学家啦、艺术家、文学家啦、政治家啦、音乐家啦，因拢相信耶稣。我就一寡好奇讲奇怪即寡人都巧人，哪会去信耶稣安尼我就好奇安尼啦我想讲所以我希望在座你若毋是基督徒你嘛来探讨一下
吼，礼拜时啊，咱大家厝诶安尼好好啊，唔困较饱诶，安尼来遮是咧创啥？啊，真正好好来探讨一下。吼，你今日坐伫遮吼，唔是随便诶啦。我想吼，我是一个吼，即咱来讲台湾，咱定来讲诶哈，嘛一个真大缘分啦。吼，真正吼，上帝会使祝福互你安尼啦。吼，希望真正你用心来探讨，吼，即个会使带互你平安喜乐，吼，甲永远性命诶耶稣啊。啊，佮吼，即寡耶稣所基督徒吼所做诶美事，吼，甲这耶稣搁活了40天，吼所做诶吼是真大吼有关系啦。吼，咱做伙吼对圣经来看，吼这40天耶稣到底做啥物代志，来改变咱人诶历史，而且甲今仔日搁影响咱大家，好无？邀请咱大家吼，搁一摆来甲上帝面前吼，祈求伊来甲咱启示，吼，咱祈祷。哦，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主，你赐予阮你的话语啊，做成阮骹前的顶路顶的光来照亮阮。愿主你即时搁你的圣神搁甲阮每一个听你话语的人同在，主互阮心，互你拍开来看到你话语的奇妙。阮将以下讲道的时间、听道的时间，放伫主你的面内手内面，愿讲的听的拢受你家己的栽培。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今仔即个题目吼，我嘛是另外一个题目，就讲改变历史的40天吼。这借问下吼，咱在座我是真的老师啦吼，恁若是考试无及格免啊？死当哦，get out 小笨道毋是啦吼，若一个好的老师吼。你若是考试无及格吼，伊会互你机会吼，来创啥？来补课啦，来补课，来未补课，来帮我试一下，帮我试一下，哦，哎呀吼，若一个更较好的老师吼，互你补课的机会，以前搁要来去创啥物代？搁咧，甲你补习搁复习啦。补习甲复习，请问补习甲复习咱啥物无共？我知影咱台湾人吼，拢做啊读册吼，特别是伫美国台湾人啊。请问补习甲复习啥物无共？补习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学着啦，对毋对？迄天上课老师上课，你走去走去佚佗翘课所以老师讲啥你根本就毋知影，这叫补习啦，你根本就无学着啦。复习是啥物话？复习就是你有学着，但是你可能考试时阵紧张是种读无足清楚的足写毋着去安尼所以讲耶稣基督搁活了就是替门徒来补习甲复习，互因伫因的补课内面会及格，毋若及格搁摕 A+ 安尼啦对，你想看卖？耶稣基督互阮定十字架时吼，伊的门徒基本上拢走了啊，鸟兽散啊，连上勇敢的这个彼得安那，我甲你死我嘛袂无认你结果三摆无认上帝，无认耶稣啦。相对门徒来讲因的信仰的功课是失败的，是无及格的。但是3天了耶稣搁活啦。而且呢，无放弃因啦，袂使伊袂讲伊袂讲好，恁即个不成才的对啊，算了，我找别人啊，伊无敢放弃，毋但无放弃，佫敢显现，来重新来建立因，互因有机会来补课。那为着互因一定会使胜利成功，所以耶稣就用伊佫活了的40天，伫3方面来甲因补习甲复习。做3方面呢？就这3方面：知识、情感、甲意志。请下一页。知识、情感、甲意志，简称知情意。咱知影咱人伫世间，咱毋管你做各行各业，你若要做会好，要做了会出类拔萃，你拢爱有这3方面的要素啦。比如讲，你做一个音乐家，对毋对？你这上基本的，你音乐的知识你爱知影这乐理对毋对？和声等等佫情感面顶你爱音乐，
吼。啊，你若无爱音乐，你讲啊，这嘿学音乐，阮老爸叫我去学的啦。啊，即马都去大音乐趁钱尔啦。嘿，无高不离三种的啊。人客若叫阮风雨嘛着行，安尼吼。嘿，迄是无，迄是高不离三种的啦。吼，那即款的人吼，你袂叫伊讲音乐家，伊是一个乐师尔啦。吼，像要做一个好音乐家，吼，爱有知识。爱有情感，爱音乐，搁安那？第三，搁爱意志面顶，爱真正常去练习，对不对？爱落功夫，对不对？努力去练习，就像我过去我练吉他时啊，嘿，我高一开始弹吉他安尼啊，嘿，弹到尾啊，阮妈妈就起来甲我讲，讲囝诶，你会使读一寡册袂，莫搁弹啊。我真正流行民歌嘛，安尼。对，所以讲就是这三方面，咱做基督徒嘛是共款，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咱爱对咱所信的知识，爱确知影，确知影讲咱所信的是啥物，而且呢，咱嘛爱咱爱介意咱所信的，毋是袂使讲因为这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安尼无法度来做基督徒安尼啊，搁有人讲我实在足无爱做基督徒的。那安尼人就根本毋是基督徒啦。虽然讲伊是基督徒，伊讲伊是基督徒，这嘛咱爱说理啦。第三，咱做基督徒，咱嘛爱有坚强的意志，来努力来做一个有正样的基督徒啦。是讲是毋是安尼？因为现在伊会变安去做，因为伊知影讲这是对伊好的啊。伊嘛爱做，伊嘛是对心内讲啊，我真正是爱做基督徒，所以伊会使行出伊所信的，知情意，这是耶稣基督伫国外了后，伫这三方面来为门徒来补习甲复习，来强健因，互因会使做成好的基督徒。咱来看第一个方面，这耶稣国外了后，第一重要的代志，是创啥？咱来读的，讲40天之久，甲因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代志。这是咱读经文第一件经文所记载的。伊过我了后，先甲因讲说上帝国的代志。是咱要讲，是咱要说，用要互咱知影，知影要进上帝国，一切所应该知影的代志。所以讲，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重建，这个门徒对伊的熟悉，因为耶稣是咱这个旧约圣经内面的中心，是上帝为着咱人所备办的救主甲性命之道啊。虽然门徒甲跟耶稣3年半但是因对耶稣也无真正完全的了解啊。所以讲耶稣过活了后，第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就是互门徒重新来明白伊，完全来知影讲，伊就是旧约圣经内面所预言的迄个弥赛亚，迄个救世主啦。我想大家拢知影讲，即个第一个过活节会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啦耶稣复活嘛然后向几个妇女来显现嘛嘛。安尼问大家考一下即个第一个过活节迄天下昼发生啥物代志？来，大家讲答案耶稣去郊游啦，去郊游耶稣去佚佗啦，这是记载伫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4章内面第24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要读经文啦但是我想大家应该拢小可知影对耶稣对这个耶路撒冷行路去以马忤斯的路顶拄到因两个门徒的代志安尼啦然后伫这个差不多2点钟差不多10公里。的路程当中这耶稣甲伊的门徒讲真济迄天过活节迄天伫耶路撒冷内面发生的代志安尼主啊保守我来，OK 好，系然后
当耶稣吼去甲因吼来谈甲讲即个耶稣互正是物个国外代志时吼，即两个门徒吼，因为因无实实在在去看到国外的耶稣啦，是听讲啦，所以讲吼，伊嘛是半信半疑就对啊啦。结果伫即个第25内面耶稣就甲因讲，哎呀，恁即款无知的人啊，恁的信实在是伤慢钝啊啦。先知所讲的话，恁拢实在是信了伤慢钝啦。伊就讲基督安尼受害，佮进入伊的荣耀，毋是应该吗？结果因就哪行，那这个耶稣就对这个摩西众先知，既若是这个旧约圣经面顶，指着伊来记录的这经文，拢甲伊讲说明白，很清楚啦。这是啥呐？这是咱历史上第一摆的主日学、主日学，嘛是上重要的一摆主日学，Bible study 啦，因为这个犹太人因最细汉因就拢读这个旧约的圣经啊，其中有足侪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因以前根本就拢是毋知无明白啦，其实到即马21世纪真侪犹太人也是无明白因嘛是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无就规个以色列国一定拢是基督徒是安尼到即马佫毋是，对毋啦？我有一寡迄个校友去想要去这个以色列要去甲这个以色列国这以色列人犹太人传福音，伫遐嘛受着较限制呢，嘛毋是遐自由呢。以前咱毋相信，因为因无明白，因毋知影，但是咱知影。是安咱爱知影，咱敢比因较巧？毋是，因为耶稣国活了甲门徒解说了清楚，所以讲咱今仔才会知影。比如讲咱这旧约圣经内面真有名的这个以赛亚书内面讲的讲有在色女的生囝人爱叫伊个以马内利，这个讲耶稣啦。佮嘛讲伊会使代替咱的软者，来担当咱的破病，这嘛是咧讲耶稣啦。其实这呢是无论讲你安怎去研究这个旧约圣经，你读几个神学博士，这你拢是无法可去得到的结论啦。你若我记得伫神学院时伫遐足侪做学问的方式安尼要甲这经文读通彻无法度啦。你无管你读，你绝对袂得论讲以马内利是咧讲这个500年后耶稣1000年后耶稣，毋是安尼咱是安尼知影因为国外耶稣甲门徒讲。甲因解说，所以讲2000年这个了解，这个知识一直传落来，传到今仔日，咱才会知影。所以讲耶稣伫迄天甲门徒来解说这旧约圣经的预言了后，因就完全明白啦，所以咱伫咱新约圣经内面咱读的时候，咱拢有真侪所在，拢会去引用这旧约圣经的预言耶稣的经文嘛若是无耶稣来教导，哪有可能知影？对毋对？无可能知影。感谢主，即寡的真理，拢是耶稣来甲咱讲，咱才会知影。咱时间过了够紧的我讲无1/3，可能后抓这个讲但不要紧，咱若搁转来到即个路加福音内面，就是讲结果即个到以马忤斯了即个两个门徒要伫遐歇眠耶稣搁要继续行，因两个门徒卖啦，来咱做伙大来，然后就去大，去大然后甲因食饭，然后食饭的时阵即个耶稣咧掰饼的时阵因咧看这是耶稣啦，叫耶稣无去然后因这两个门徒哎哟，就真欢喜安尼，哎呀，讲咱伫路的这个耶稣咧甲咱讲圣经时，咱真正足心内足火热的，结果因就袂顾去食饭啊，就紧走转去耶路撒冷去甲耶稣呀，叫讲我去看到耶稣啦，
来简单讲是安尼啦吼。啊，结果等伊甲耶路撒冷了吼，等咧甲因诶三兄弟讲，哎呀，我头壳伫路诶吼，行路时阵拄着耶稣呢，耶稣甲阮讲解圣经，结果阮要食饭时阵，耶稣煞无去安尼啦。结果等咧讲话时阵，哦，结果耶稣嘛无弄门，丢一个就出现伫咧中间，甲因问平安，哎哟，大家错一条安尼啊，哦，结果耶稣伫遐啦，就讲，恁遮有啥物通食诶无？因就讲因就互伊即小烘诶鱼安尼啦，安尼耶稣就食，所以就证明一件代志咱过活了佫会使享受美食吼，应该是安尼吼。了食饱了，佫做啥物代志？大家知影无？大家会记诶无？共款 Bible study， 共款佫讲解圣经，这第2摆会主日学就对啊。因所以讲因上主日上2件这老师真忝下昼上1件，食饭饱食暗顿了佫教1件安尼共款佫甲因来解说，佫共款甲因来讲过解释来甲因教圣经就对啦。然后内面有真重要一段道理就是讲伊第45节内面那耶稣第44节耶稣就讲讲我即摆甲你讲的，就是我以前甲恁做伙的时阵有甲恁教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册、甲诗篇上，咱记了我的，拢爱应验。所以表示讲以前耶稣有讲过，但是因听无入去所以爱补习就是安尼啦。然后耶稣佫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第45节耶稣就开因的心壳，互伊会使明白圣经。所以有当时咱无咧读圣经读无明白有当时也是咱的心壳无开免心壳要安怎才会开？真重要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咱人拢是食着即个伊甸园内面迄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啦。所以讲咱的堕落的理性互咱无法度去了解圣经。就像我以前咧读圣经一开始的时阵，未信主以前看遮看遐，这无合理嘛，这不合逻辑嘛，这不可能嘛，就一日到去教会，去甲牧师伊遐相学安尼啦，无想到今仔我做牧师啊 ，anyway 就是安尼但感谢主主耶稣来赐互咱有圣神保惠师互咱会使进入一切真理，会使了解一切真理。所以你的心壳要哪开呢？首先你要有谦卑的心。你若无谦卑的心，你用家己的理性想要去了解的时候，你的心就互家己关起来安尼。我记得我伫新校医生在听阮院长咧讲因的古早的信徒因读圣经是安怎读的呢？跪咧读呢。伊讲咧读圣经是跪咧读的，听了真正是足感动的。咱在座毋知有人读圣经跪咧读的无？大家试看卖，若读袂晓，跪咧读对吧？所以但对咱来讲啦咱读经咱咧读圣经以前爱先祈祷，对不对？主啊，我今晚要来听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互我会使明白。所以讲这是咱心壳要会开会真重要一个动作安尼。我佮强调一摆，咱伫新约圣经内面有真侪这个旧约的语言的应验的这拢是门徒伫2000年前互门徒知影的到今仔日咱嘛会使知影。你想看卖，遮侪语言要伫一个人的身上全部拢应验，这毋是巧合，这真正毋是凊彩。这是上帝以完美的救赎计划救赎的计划的成就啦。其实所有的不管你信什么教所有的宗教信仰拢是这个形而上的代志啦，拢是需要一定的一定程度的信心来接受啦。但是耶稣是上可信的，嘛是上保险的。这是伫我这经过这无共的这个公教宗教的体验了这我的结论。
吼，因为我除了信道教哈、佛教哈，我嘛是去接受着日本教吼等等，吼，真正看起来就是耶稣上保险吼，因为安那，因为伊对死搁活啦。真正耶稣基督若无对死搁活，基督教未传到今仔日啦，咱无可能信主啦。吼，伊毋若搁活，若应验吼遮济的预言吼，互咱知影吼，所以讲这是咱吼会使啊，真正来深信的。所以讲吼，咱讲有真济人吼无信主，吼，就像过去的我，像29年前的我无信主，是安那咱会无信主？吼，因为我无认捌主。我唔知影主啦，就会使讲我唔知，我无明白讲主是虾米人，耶稣是虾米人，跟我有虾米关系啦？当时呢，我嘛无真正吼明白家己啦，我唔知影讲家己是一个罪人啦，我嘛无真正知影吼，嘛无真正关心讲哦，我会死，我死后会去倒位？吼，我唔知影讲我需要上帝的救赎，我无真正讲知影吼。上帝是我的创造者，会使互我平安喜乐，甲永远的性命。真正以前的我吼，拢少年的时阵就是安尼吼，拢无咧想即款代志啦，嘛无感觉讲我需要知影即款代志。啊，咱大家捌听过讲即个灾会死的战术无？关于知识有死的战术。第一个是啥物？第一个就唔知啦，什么叫唔知？你唔知啦，哦，即马这世界这资讯爆炸吼，实在足侪物件真正吼，拢对袂着呢。什么纳米技术咯，吼，什么半导体，什么挖哥咯，吼，真正拢唔知啦，哦，咱唔知啦。但唔知不要紧，哦，但是安那真侪时阵那是啊，咱唔知，咱就是咱知。你听有无？过去我就是安尼啦。对不？人要甲我传耶稣，啊免啦，迄我知啦，就是迄个圣诞节出世伫咧马槽啊，然后真水去用定时物件，迄个耶稣嘛，我知影，你免甲我讲，这就是啊，这唔知啦，吼，你唔知，你叫的是你知啦，吼，这就是真正的无知啦，愚昧啦，这是知的第一个程度，你唔知，所以你就无客啦，然后知的第二个战术是啥物货？你知影，你唔知啊？哦，你哎呦，这个学问，你知影，你唔知啊？但你阁想要知啊？对不对？所以咱安尼开遮侪钱送咱的囝儿啊去读大学是安那？因为咱知影，伊唔知啊，但是阁想要因知啊，所以讲就爱投资啊。所以你若讲知影，你唔知一件代志，但是你阁想要去知，安尼就够啊。然后第三个是啥物赞助？你知影。对不对？你读4年啊，哦，这个大学毕业啊，滴这个博士无啊，会使去找头路啊。你知影，你以前唔知影的代志，你即马知影。第4个赞助来，大家要一个。第4个是啥？那再造出来。你唔知影，你知影。就讲这个学问，这个知识变做你生命的一部分啊。你举手投足就真简单啊。对不对？你就真简单就做出来啊！就像咱古早咧，台湾，你毋知看过布袋戏无？即个我细汉时阵爱看布袋戏老岁想安尼吼，哇！咧甲派人相拍的时阵吼，互派人拍啊安尼凄惨落魄的时阵吼，安尼边仔这下尾两起就甲伊提醒讲，有倒一步啦，一柱擎天啦！哦对吼，因为伊学功夫学伤济，伊煞袂记的安尼啊，毋知影伊毋知影伊知啦，咱真侪基督徒，我想咱若看迄种一寡成熟的基督徒，咱的长辈的基督徒，你生命自然间就散发出迄个耶稣基督的香气伫个生命当中，这就是互咱真正是真正欣赏的，所以这是灾的第4个赞助啦，所以讲上尾这边各位朋友，你到底知唔知？我特别要为咱在座未信主的朋友，你到底知唔知？对上帝这个听你的上帝，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宰，你到底知唔知？你对着你的性命，你到底知唔知？
吼，你有真真正正去了解着上帝、甲生命、甲你家己的关系无？我想你若是了解，你一定会认真来对待，吼，来信仰这件代志。搁咱在座咱的兄弟，吼，可能你定定，哎呦，定定去教堂，但是你也未接受耶稣，为什么？因为你可能真正唔知影。可能你已经接受耶稣啊，接受耶稣啊，但是你无想要去处理了，为什么？因为知哎呀，逐件拢读这，我拢知影啦，我知啊。啊，有当时啊，吼，你去处理了，但是学几步，你也是无明白啊。你想要知影一寡关于上帝的代志，为什么？因为神是神呐、神就什么意思？哎呀，这件代志啊，这真是神呐、哎，这种你无法度理解物件叫神啊！哎呦，这是不是这么神奇？对不对？所以上帝有一寡的代志吼，是人无法度完全了解的。毋过吼，你咧寻求伊，你的寻求，吼，伫上帝眼中是宝贵的，吼，一定会祝福互你啊，吼，互你知影伊要你知影的代志啊。总是即句话，吼，千金难买早知道，吼。我希望我希望讲咱在座的众人，袂甲上尾迄日，就哎呀，我早知道，这件代志，拢袂发生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希望咱大家拢会使早日，来知影咱人生中，上重要的这个代志啊，愿上帝来保庇咱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搁刷落去，2点咱就后抓这个讲预知结局如何请待下回分解了来，咱今摆来做伙来唱吟这首诗来做成咱回应，好不好？麻烦这个后壁控制一下上尾一首回应诗歌，做伙来唱咱求主来指点咱，互咱会使明白伊，做伙来吟。每一日，我的主，咱请翻下一页。咱有唱3个版本来唱，每一日。下一页，紧张。下一页。对，就这个。咱用3个语言来唱。咱的祈祷来继续向着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地爱你，更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咱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愿意来对万人中来竞选阮来做你的门徒，来做你的囝儿。阮愿意继续伫阮人生的道路当中，紧紧来跟对你，嘛会使伫每工当中会使更加深刻来认识你。主啊，你嘛，互阮会使听你，因为知影你听阮。愿主你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伫阮每一个兄弟的生命当中。若阮在座有还未
林百里的朋友，因坐伫遮，我嘛为伊祈祷，愿主你小事互阮救恩嘛，拢赏赐互因，互因伫咧超车你的过程当中，真正嘛是爱拄着你。阮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请坐。